大家有冇諗過，一隻鹹 game 居然可以出到第10代，橫跨足足30年？平時我哋開 H game 目的都好單純，通常都係為咗降火。但係如果問下資深嘅 H gamer 玩家，叫佢哋介紹隻正嘢嚟 J 下，佢可能會推介你玩蘭斯。不過佢通常會補多句，小心玩到喊。今日要講嘅唔單止係 Alisoft 嘅鎮社之寶，更加被譽為 H game 界嘅魔界，鹹 game 嘅頂點。由1989年第一集面世，去到2018年第10集完結，呢個系列見證咗成個日本美少女遊戲業界嘅興衰。佢擁有一個超級龐大、設定好嚴謹嘅世界觀，有一個性格極度惡劣、自私鹹濕，但係令人討厭唔落嘅傳奇主角。佢話俾全世界聽，鹹 game 嘅劇情絕對有資格超越一般嘅主流大作。我一開始只係抱住實用嘅心態入坑，點知最後竟然俾故事嘅劇情熱血起嚟，甚至感動到眼濕濕。到底呢個作品有咩魔力呢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翻嚟文化沙漠。文化濕地呢個系列旨在分享我有興嘅鹹 game 或者 gal game 俾大家。如果想進入賢者時間，歡迎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 我哋。Let's go！ 講到蘭斯系列，首先一定要講下系列嘅主角蘭斯。如果你睇過而家啲後宮動畫，男主角通常廢廢地，性格優柔寡斷，或者所謂嘅優しい主角，咁蘭斯絕對會刷新你嘅觀念。佢係一個癲佬，自大粗魯，極度鹹濕，腦裏邊只有兩樣嘢，一係同靚女上床，二係同更加靚女嘅女人上床。佢嘅人生格言就係全世界嘅靚女都係屬於佢嘅。起初接觸呢個作品，你會覺得呢條友真係好人渣，但係玩落去會發現喺呢個充滿小人、魔物橫行嘅殘酷世界入面，蘭斯呢種直腸直肚嘅性格反而係一股清流。佢唔會滿口仁義道德，佢救世界純粹係因為魔王阻住佢溝女，或者世界毀滅咗就冇女溝。結果誤打誤撞，佢往往做咗救世主要做嘅嘢。呢種反英雄嘅魅力，再加上身邊嗰位對佢不離不棄、無限包容嘅少女希露，兩人之間嗰種扭曲得嚟又莫名其妙有啲愛嘅羈絆，係支撐成個系列幾百萬字劇情嘅核心。除咗人設之外，喺而家好多 H game 背景都係求求其其，是但揾間學校或者異世界就算嘅年代，蘭斯世界嘅設定嚴謹程度直逼正統嘅奇幻大作。尤其係系列巔峰作之一《戰國蘭斯》，佢唔係單純睇劇情，而係一隻超高質嘅模擬三國志遊戲。你要內政啦，要打仗啦，要練兵啦。遊戲性係高到完全忘記咗本身係一隻 H game。講咗咁耐，到底點解蘭斯會被封神呢？最大嘅原因係佢有一個完美嘅結局。你要知道喺 H game 界，長篇作品爛尾其實係常態，但係 Alisoft 用咗30年嘅時間，喺18年推出咗最終作《蘭斯十決戰》。呢一集就好似 H game 界嘅復仇者聯盟終局之戰咁，歷代出現過嘅幾百個角色、伏線、國家恩怨，全部都係一集一次過收翻。你會發現原本諗住開嚟睇鹹濕嘢，但係最後竟然睇住一個男人生存嘅傳奇。打爆機嗰一下，你會進入心靈上嘅賢者時間。都講到呢度啦，如果你想入坑，其實 Steam 已經有重製版嘅1、2、3同埋第6集，有興趣嘅觀眾可以喺 Steam 度買嚟玩。不過最好唔好一開始就玩第10集，因為冇咗前面幾部作品嘅累積，你係感受唔到作者嘅鋪排同埋嗰份感動。總括嚟講啦，蘭斯系列話俾我哋聽 ，H game 唔係一定係消耗品，佢都可以係藝術品。佢用最原始嘅慾望做包裝，講咗一個波瀾壯闊嘅英雄故事。好啦，第一集文化濕地就講到呢度啦。雖然我哋嘅台叫文化沙漠，但係我希望呢個系列可以稍微滋潤下大家嘅心靈。如果你對蘭斯系列有興趣，或者想我下集介紹邊隻神級 gal game，記得喺下邊留言話俾我聽啦。Bye。中意呢類型影片嘅，不妨撳個掣訂閱我哋文化沙漠嘅頻道，再打開埋個鐘仔，咁喺我哋下一次出新一集嘅時候，你就會第一時間睇到啦。我哋下一集再一齊發掘更加多嘅文化綠洲啦，拜拜。